睇緊呢一條影片嘅你，我相信你唔多唔少都有金錢上面嘅困擾，可能你好似以前嘅我咁做咗好多年嘢，都仲係月光族，又或者你已經賺到一啲錢，但係對金錢充滿焦慮，成日都好驚失去。無論你係以上邊一個情況，其實財務自由從來都唔係講緊你賺幾多錢，而係你有冇掌握到正確嘅金錢規則。以下落嚟呢一條影片，我會同你分享3個幫助你擺脫金錢束縛、重啟自由人生嘅關鍵秘密。只要你完整睇晒呢一條影片，同埋 download 翻下面我送俾你嘅1年7日免費課程，你就會慢慢邁向財務自由之路。致富嘅首要條件，其實係你必須好具體清楚地知道自己到底需要有幾多錢，先可以過到你理想中嘅生活。我教過幾百個學生，發現大部分嘅人都會同我講冇錢，但係從來都冇計算過自己到底賺幾多錢先夠。例如有好多學生同我講想要有1000萬嘅儲蓄，但係當我問點解需要有1000萬嘅時候，99% 嘅人都係答唔到我嘅。如果你都唔清楚自己點解需要有咁多錢儲蓄嘅話，可能你會落入一個無止境嘅追求，每一日都生活得好恐懼。你可能會出現搏命加班，又或者聽到有啲乜嘢賺快錢嘅機會，你就盲目咁樣去投資。亦都有一班人覺得自己永遠都達唔到理想嘅生活，索性放棄，每一日不停咁樣去使錢，結果令到自己更加窮。另外，大家一定要記住，我哋嘅財富唔單單係講緊金錢，佢仲講緊我哋嘅家庭、朋友、健康同埋夢想。如果你單單只係聚焦於喺金錢上邊，但係其他嘅關係你都經營得好差，實際上你都係一個貧窮嘅人。大家可能有聽過呢，有一啲人去賺好多錢，事業好成功，但係當佢翻到屋企之後，因為工作壓力好大，佢就同自己嘅老婆仔女發脾氣。咁雖然佢賺好多錢，但係實際上面佢都係貧窮嘅。另外，我亦都認識一個朋友，佢係一個專業人士，佢嘅收入咧已經差不多達到佢6位數字，但係佢每一日咧工作都係好辛苦，最終佢係患上癌症，迫不得已咧休息完之後，佢轉咗去另一間收入比較低嘅公司工作，但係佢就賺翻健康。咁我亦都認識有一啲人咧，佢本身已經係一個好成功嘅企業家嚟㗎啦，但係佢每一個月咧都依然係好驚自己嘅生意會下滑啦，因為佢習慣咗不斷喺個高位，咁所以佢要保持或者追求更加多。佢呢一個心態咧，亦都讓到佢咧每一日都工作生活得好緊張，實際上咧亦都係貧窮嘅一種。到底點先知自己應該要賺幾多錢先夠呢？你可以問自己呢4條問題。第一條問題就係你理想嘅居住地方到底係邊一度呢？大家都知道香港係一個生活壓力好大、開支亦都好高嘅城市，好多人揾2-3萬蚊都係月月清。但係如果調翻轉你去馬來西亞或者泰國生活，當你嘅生活指數你有1萬蚊港幣，已經係覺得好足夠噶啦。第二條問題就係你到底理想嘅生活係點樣呢？如果我要你寫你嘅完美的一天出嚟，由你嘅朝頭早起身8點鐘去到你夜晚瞓覺11點嘅時候，你每一個鐘頭做啲乜嘢？第3個問題就係你每一個月固定嘅開支到底有幾多呢？你可以將你嘅屋租、水電煤、你同朋友一齊食飯嘅消費，所有你諗到嘅開支全部寫晒出嚟。第4個問題就係當考慮埋通貨膨脹之後，到底有幾多錢先至可以實現到頭先你寫1至3條問題嘅答案呢？當你有一個好具體清晰嘅數字之後呢，你可能會發現，咦，原來你理想生活嘅開支呢係比你想象中低好多，亦都可能唔需要1000萬咁多嘅。另外，我有一個好震撼嘅發現呢，就係發覺大部分人呢，佢想過嘅理想生活有80% 呢都係你唔需要等到有錢已經可以即刻做到。例如有好多人都會話，當我有錢之後我就會退休環遊世界。但你有冇諗過，其實你而家就可以發掘一啲遠端工作嘅機會，你可以發掘一啲新嘅技能，靠住部電腦就可以周圍旅行去賺錢，根本唔需要等到退休。又或者你可以首先去嘗試一下，我首先用2個星期嘅時間去旅行，我睇下自己到底係咪真係咁中意去旅行先呢？因為我自己咧曾經試過以為自己好想去環遊世界啦，但係當我真係放咗假1個月，我去咗北歐幾個國家旅行之後呢，我就發覺，咦，原來呢我係絕對唔中意環遊世界嘅，係因為我覺得每一日 travel 都好攰啦，用好多精力啦、體力啦，然後我發覺最適合我嘅居住方式呢，就係有一個固定我喜歡嘅地方生活，間中去下旅行，咁就足夠噶啦。另外呢，亦都有一啲人話，當我有錢我就會退休，有更加多嘅時間去陪伴屋企人。但係你有冇發覺，其實好
好多有錢人都係好忙嘅，因為佢哋冇好好地設計自己嘅生活，佢哋只係不斷咁樣去追求金錢。如果你覺得有錢就可以更多時間陪伴屋企人，呢一刻你就可以去設計你嘅生活。你可以每一個星期抽一日晚上，你係完全唔睇手提電話，你純粹係好聚精會神去陪伴你嘅屋企人，同佢哋傾偈。第二個可以幫助你擺脫金錢束縛嘅關鍵，就係首先為自己設立一個穩定嘅財務安全網。有好多人有一個謬誤，就係覺得自己冇錢好窮，所以冒險去做一啲好高風險嘅投資。可能自己嘅銀行存款只係得10萬蚊，但係成日都諗住炒幣槓桿，一聽到一啲高收入嘅回報就去盲目投資，結果輸晒，令到自己更加窮。大家可以諗下，如果你得10萬儲蓄，但係你要將全部嘅儲蓄攞晒去做高風險投資嘅時候，你內心一定會覺得好焦慮、好擔心、好驚輸錢，因為你承受唔起呢個虧損。根據吸引力法則嘅講法，如果你內在嘅頻率係好焦慮、好擔心，你就唔會吸引到金錢過嚟你嘅身邊。所以我哋需要做嘅嘢係為自己建立一個財務安全網。呢個安全網可以簡單分為3層。第一層就係我哋首先要建立自己6個月嘅生活成本。咁即係話，如果你冇晒目前嘅所有收入，你依然可以維持而家嘅生活質素。有咗呢一個生活成本之後，你就可以去諗下一步，就係一個長遠穩定嘅投資。巴菲特曾經講過，每個人都可以成為百萬富翁，只係大部分人都冇呢一個耐性。佢強調複息嘅重要性，長期持有優質嘅資產就唔會受到短期市場波動嘅影響。當你有一個好穩定嘅投資之後，你先至再去諗一啲比較高風險嘅投資。大家買高風險投資嘅時候，可以用一個買6合彩嘅心態，就係我唔會用晒成副身家去買6合彩噶嘛，贏咗我會好開心，但係輸咗都對我冇乜影響。用呢一個心態去生活，先至可以幫助你擺脫金錢嘅束縛。第3個關鍵，大家要學識種子法則。種子法則顧名思義，就係過去你種落啲乜嘢因，就會得到乜嘢果。我哋今日嘅財富狀態唔係今日嘅我哋決定，而係過去幾個月、幾年甚至10幾年之前嘅我哋去決定嘅。如果你想獲得真正嘅財富自由，請你記得要種下以下呢4種種子。第一個種子就係給予。可能你會覺得我都冇錢，我點樣給予呢？事實係只要你給予，你先會獲得更加多。巴菲特就曾經講過，佢話呢個世界上面最成功嘅人都係嗰啲給予同埋貢獻社會嘅人。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一個人佢因為害怕付出金錢，佢唔夠膽請朋友食飯去支持其他人，咁佢嘅人脈會減少，佢賺錢嘅機會亦都會變得更加少。如果係講緊一啲冇目的性嘅給予，種下嘅種子威力會更加大。我自己就曾經試過，因為救咗一隻流浪狗走去借錢，結果救助流浪狗呢一個行為為我賺取多幾倍嘅財富。第2粒種子就係投資於你嘅智慧上面。你有冇諗過點解有啲人辛苦做嘢一世都係維持喺同一個收入水平，但係有啲人好短時間內就賺到好多錢呢？關鍵唔係在於佢哋夠唔夠勤力工作，而係在於佢哋有冇持續學習。我相信大家都有聽過工字不出頭，即係講緊我哋單靠打工好難達成財富自由。有啲人單靠儲錢去讓到自己有錢，每一次想報新課程學新技能嘅時候都話好貴，結果5年之後佢哋嘅人生亦都係一樣。我自己有好多學生經常都會問我，Kathy 老師，我好唔好去學呢個新技能呢？每一次我都會答佢，只要你有興趣你就去學啦。可能有啲嘢你學完之後你會覺得冇用，但係呢啲經驗會讓到你更加識得去分辨乜嘢對你嚟講先係真正有用嘅知識。你亦都會識得將好多唔同嘅知識融會貫通，去變成屬於你自己一套。所以投資喺你嘅學習上面係最值得花費嘅投資嚟嘅。第3粒種子呢，就係感恩嘅種子。咁吸引力法則成日都講啦，只要你感恩呢，先至會獲得更加多。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係宇宙，你經常都俾一啲好嘢呢一個人，但係佢從來都唔會感恩嘅，咁你仲會唔會想俾佢呢？所以大家記得咧，每一日都養成一個感恩當日發生咗啲乜嘢好嘢嘅習慣，你會發覺咧，你嘅財富自然係會變得越嚟越多。第4粒種子咧就係行動嘅種子。我哋好多時咧睇到好多大道理，我哋亦都好清楚明白，但係最尾咧就衰咗
喺行動呢一步。如果呢一刻嘅你諗到有啲乜嘢想去做，你就去做啦。最緊要係好似頭先我所講，建立好你自己嘅財務金錢網之後，你就可以勇敢去行動，追求你想要嘅人生。希望今日我講呢幾點呢，可以幫助到大家擺脫金錢嘅束縛，可以重啟自由嘅人生。如果你想知道更加多嘅話，請你喺下面呢一條連結呢，去點擊1連7日嘅免費靈性財富寶典課程，我會喺裏面同你介紹更加多幫助你內外豐盛嘅秘密。